在地消息来看，这嘉义市乌仔内的乌米夜市呢，是因为今年这7月丹那市风台呢受灾了后就停业啊。即马经过5个月的时间，这夜市啊呢有整修过，嘛有规划过，昨暗总算重新来开幕，搁传1500份的消费券要予民众。真侪人昨呢是天要白暗，就赶紧去排队。夜市啊内底等下搁咧做准备，外口都已经有真侪排队的人。嘉义市乌仔内的乌米夜市。昨日暗时重新开幕，要为6点开始，每1点钟来分500份200块的消费券，隆重要分1500份，真侪人为下晡时啊就开始来排队。就想说拿到指压券，然后顺便逛一下这样，因为也很久没有来了。我看袂歹，赞。啊，对阮这消费者当然嘛是赞。这个乌米夜市7月的时阵，因为丹那市风台的关系，造成这个夜市啊真侪档啊的设备损害。经过5个月整修，才过来重新开幕。原本的档啊，甲大附近的民众，嘛拢真期待夜市啊会当继续来经营。会当互阮遮做档的重新有一个生机。进前风台的时阵，阮的布棚规个拢吹冰了了。损失不小。像台南每天都有夜市可以逛，对啊，嘉义应该也可以。对，不要只有开一下下而已，然后就是可以更长久。对。乌米夜市的管理委员会表示，即摆重新开幕的时间竟伫逐礼拜的拜2，目前来遮的档啊计共100万档左右，希望会当伫这中华区带动新的经济发展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